既然到有这个使命，咱必须要去尽咱这个任务，所以叫做使命。所以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拢有使命。尤其真正咱若出自咱的真心的这个真心的流露、真实的表达，确实咱的这个使命会当完成，嘛会当达成，甚至呢，叫上天嘛会感恩。所以人讲成则灵，诚则灵。那么为什么讲诚则灵？对这个当中。学校今仔日咱这个班啊，最后一段学校邀请这位，咱的大家同修要来做这个见证。那么为什么学校特别来邀请伊来做这个见证？因为伊对咱一贯的大道非常的执着，嘛非常的诚心，但是呢，伊的身躯心念足一项的严正。我听伊算下来讲是有8项啦若要甲算下来，已经伊的身躯炸死了，因为学校曾经看过交伊过去行的人，比伊较晚发现的人，已经死去足久啊。甚至累厝去病院入边，先生拢讲，这无3个月啊。这是学校真正听的，先生嘛安尼讲，无3个月啦，家己嘛也记得。但是呢，伫这段实在是最危险，嘛是最痛苦的迄个时段。所以有一日，学校叫咱师娘真定力去看病院看。实在讲啦，以学校的经验，咱世界人拢讲开分出，安尼讲活到人个活。开拢分出来，学校是嘛一方面甲伊讲实在话，互伊心里有准备。我讲某啊，就你过去世的业，带了较重，所以即厝你即辆车无介好用，无介好用啦，但是所以就专病嘛要来好用，无要紧，就即厝歹用。无咱就安尼，老母娘自卑，互你转去要你搁换一辆新的，换较好的，咱搁来。安尼有无？互我歹势甲讲，你若安怎样你当安怎样所以互我就安尼甲讲。但是伊嘛听我甲，互我当头，嘛甲讲好。我若真正转来我若换一台较好的来。安尼有无？那么伫这当中。我问迄个医生，讲先生啊，像这呢，敢有希望？伊讲这无1个月啊，讲你个是先生亲自甲我讲的，讲无1个月啊，安尼那么安尼了后咧，我想无1个月，这都无希望安尼但是伊这个主轴，甲对道的虔诚，对着咱修办道的这款的精神是来主着我们效法。达得咱好法，所以伊含安尼叫电话就有气无力的当中，安尼甲我讲，副医师主医师，要啦，安尼美国的动物要安怎？要安怎来设法？安尼啦医主就是主轴伫美国的动物，所以迄个时阵呢，学校甲讲，安尼啦，学校来求出面头，3天头面书记，要若是。互你的病会好，是来讲，我嘛是讲病会好。你的病若会好，咱就来美国开放。因为过去去开放是毋是咱中心的这个目标所以你若是病会好，咱就来美国开放。要若病无好，咱就嘛无迄个人才，也嘛无迄个能力，咱就自己交别人。主要就是多别人，安尼叫我目的甲讲安尼嘛是要互伊心理有当时能够割断，安尼互伊袂烦恼，佮看一个心讲美国的干部这如何？但是呢，安尼讲了后，佮甲即摆朋友煞渐渐好开。
那么这个当中呢，互我深深的感受，可能嘛是老母娘自己要来去美国开放道路，哦，尤其讲起来，即摆现在的这个时候嘛是美国的这个道运正在开放的时阵，所以即阵会使甲讲，所有一贯道的地主，各医院拢有美国的开放，所以讲起来，尤其美国遐现在嘛是一寡咱先佛，也是讲咱师尊即个诸佛菩萨，拢去咧做道，去咧显化。所以因此呢，讲到安尼了后，就伊的变煞呢，无形中煞会好看。那么因为好看呢，即几日嘛一直咧强调讲病若好，即摆好啦哦，即摆就爱来尤其美国开放人员，安尼所以伫遮呢，咱学嘛是讲找到这个因缘来互咱大家做见证。也嘛，互咱大家对真正，伫这个以咱凡夫，以咱这个情感，以咱个人的思想思维，就是讲无可能的代志，安尼上天慈悲，若讲人有善愿，天必有情，真正确实有影。所以伫遮呢，我就讲请这个做洪怀仙放小姐来调咱大家做伊。这几年来，无论讲是去美国开放的心得，甲伊这破病种种的经营，的这个经过，叫咱大家嘛做这个见证，也嘛互咱大家对修办道更加有这个信心。不过伊呢，讲台湾人袂晓讲台湾话啦，真老啦我有咧甲讲，伊若要讲若袂晓讲台湾话，拢讲是讲叫书听起来安尼，安尼所以伫遮咱即摆就以热烈的掌声，甲欢迎房小姐洪怀仙。大家